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列王记第53天的共读。我们在昨天看到了亚哈斯王成为南国最败坏的王。今天我们要来看北国最后一位王何西亚王以及北国的灭亡。在七章第一节，犹大王阿哈斯第12年，以拉的囝何西雅伫撒马利亚开始做王，统治以色列9年。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毋久无亲像以前以色列遮的王。亚述王杀戮以色上来攻击，何西雅投降。后来何西雅派使者去见埃及王说，请求援助，无亲像过去每年进贡亚述王。亚述王知何西雅背叛，就甲伊掠起来，关伫监里。亚述王上来攻打以色列，围困撒玛利亚3年久。何西雅第9年，亚述王攻取撒玛利亚，佮将以色列人掠去亚述，互因住伫哈拉、歌散地区的哈伯河边，以及米迪亚人的城。何西亚王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呃拯救。好，那上帝的拯救呢，并没有在何西亚的身上看见。虽然何西亚王并没有像之前北国的王那么多败坏的事情那甚至第2节还说他不像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但是已经回天乏术。何西亚他也是篡了比加的王位。好，那篡了他的王位之后呢，在国家只剩9年。好，但9年当中呢，有3年呢，他是人已经被带到监狱哦。好，那节监狱的第4节提到，因为他也是像亚哈斯一样，去找外国人，来帮助自己面对敌人。所以当亚述王撒曼以色，那撒曼以色这一个王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火的崇拜者。好，那撒曼以色呢，那在之前呢是提格拉毕列色。好，那后面是萨尔根。好，那接下来是西拿基利、以撒哈顿、亚斯拿巴。好，那这是在圣经当中有出现的亚述王的名字。那但是后续的南国呢，就是亚哈斯西西家、马拉西亚门王、约西亚王。好，但是呢，这个亚述呢，虽然灭掉了亚兰，但是呢，不久后，也不差不多100年后，尼尼微也沦陷，那被灭亡。亚述呢是被巴比伦灭亡。那在第4节提到何西亚背叛，找了埃及王说，好，这个埃及法老说的意思是隐匿的。好，那这个王呢，在埃及的历史上呢，没有特别的记载。好，那但是亚述王就把他抓走，关在尼尼微的监狱。那又继续攻打撒玛利亚，3年。那所以这3年当中呢，撒玛利亚是没有王哦。但是他们却能够继续的抵抗。一直到攻取之后呢，就把撒玛利亚城中的以色列人掳去了亚述哦。好，那这张地图可以看到亚述他们的发源地是在深红色的尼尼微。好，但是后来他们不断的扩张。好，然后又扩张，又在扩张。好，来到了这个非洲北非。好，那就安置在哈拉跟歌散的哈伯河。好，那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好，那这也是主前722到主前721。好，那北国不仅被掳，好，然后呢也被灭。好，那被掳的次数呢，我们可以从列王记大概可以稍微算出来。好，但这一切呢，也都成就了上帝的警告还有预言哦。好，那所以北国呢，也结束了大约是209年的王朝。好，从耶罗波安2世，好，那一路到主前的722年。
好，那在同时期呢，西西家王好也已经在南国执政了。好，但是接下来就是换西西家要面临亚述强国的威胁。好，那在这张图表当中可以看到，好，这有几个提到的亚述王呢，好，对照了北国的王以及南国的王。好，那这有做一个很好的整理。好，甚至在前期有埃及，后来是巴比伦。好，那从这个王当中呢，我们大概可以从这样的国际关系的情势，还有政治的局势当中呢，好来大概了解好列王记当中所要让我们呈现好看到的这个当时的环境。好，所以列王记呢，好用非常简洁的方式，好把这么复杂的历史背景，好南北国，好然后亚述、亚兰，好巴比伦、埃及。好，来做这样的呈现。我们继续来看第7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因的上帝，因为带因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因却去拜别的神明，去对互上主伫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列国，甲以色列王所设的风俗规例。以色列人暗中做毋对的事，得罪上主，因的上帝，伫因所有徛起的所在，对敢若有守望台的庄舍，到堡垒的城，去山头弹，因伫逐个悬的山峦逐丛青翠的树下面，就挑香甲阿舍纳女神，搁伫逐个山头弹烧香，学遐个互上主伫因面前赶出的列国的所做，做邪恶的事，叫上主受气。各拜上主禁止因拜的偶像，上主捌差遣众先知甲先见警戒以色列的甲犹大讲，着离开恁的歹行为，接受我的诫命甲规例，着遵守我全部的律法，就是我命令恁的列祖，甲通过我的仆人众先知传互恁的。毋过因毋听叹，亲像因的列祖硬心固执，毋肯悔改，毋信服上主因的上帝，因弃杀上主的规例，以及伊甲因的列祖所立的约，毋听伊的禁戒，去拜虚假的神明，直到家己真做空虚。虽然上主捌命令因毋通学周围列国的所做，因犹原去学因。因弃杀上主，因的上帝所谓改变为家己铸造两只牛仔的像，做阿舍拉女神的雕像，敬拜天顶的万象服侍巴力。因烧因的查某囝献做祭，搁抽枪卜卦惊邪术，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来出卖家己，给上主受气。所以上主对以色列人发大受气，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就剩犹大一个支族。从第7节开始，一路到18节，讲到北国灭亡的检讨原因呢。好，那主因呢，就是第7节说是因为得罪神。接下来至少有20点，好，包括去敬畏别神，然后呢，去随从别神外邦人的风俗，好和条规，然后暗中行事，然后在建立了亚瑟拉好的柱像，在秋坛烧香侍奉偶像，好，还包括不遵守神的律法，不信服神的诫命，厌弃神，随从虚无的神明，好，效法周围的列国，离弃神的诫命，还有为自己铸造2个金牛，还有亚瑟拉。拜天上的万象，还有侍奉巴力，让自己的儿女经火占卜行法术出卖自己啊。那这些呢，都可以看出，这些列出来罪恶重重啊，从列王记上，下，我们可以看到包括拜金牛在列王记上12章，然后拜亚哈亚瑟拉列王记上的16章，好，那再让自己的儿女经火，好，我们昨天有看到，连南国的亚哈斯王也做这样的事情，好，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祭来献给摩洛神米勒公，好，其实这是早在所罗门的晚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引进来了，好，那等等的，好，所以呢，这里18节好提到说，上帝就向以色列大大发怒，从自己的面前赶出他们，好，只赶出北国以色列，就留下犹大支派
好，一个支派，好，12支派呢，好，只剩下犹大，好，但19节，犹大嘛无遵探上主因的上帝命令，颠倒以色列的风俗规律，上主启示以色列所有的后代，甲因苦楚，将因交互抢夺因的人，最后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以色列对大必家分裂出去，就设立尼巴的囝亚罗伯安做王。亚罗伯安引诱以色列，互因无顺探上主陷落大罪。以色列人继续犯亚罗伯安拢总的罪，最后上主甲以色列对伊的面前赶出去。拄拄照伊通过伊的仆人正先知所讲的，安尼以色列受掠离开因的家乡，去到亚述，直到今仔日。好，所以刚才看到北国以色列被上帝从面前赶出去，连南国好虽然被留一个支派，但也是把他赶出去。好，所以23节，不管是南北国大卫加耶罗波安，好，那上帝都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而且在这当中呢，也透过上帝的神人、仆人先见、先知等等不断的警告，好，都一一的来成就啊。好，那就是这么样子的顽固悖逆。24节，亚述王对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甲西华瓜因千刷人来住伫撒玛利亚逐个城，代替以色列人，因就占领撒玛利亚住伫遐个城。因拄住伫遐个时，无拜上主，所以上主就互使入去因中间咬死一寡人。有人对亚述王讲：你千刷去住伫撒玛利亚遐个城会达族的人。毋知迄所在的上帝的规律，所以伊互使入去因中间咬死因，因为因毋知迄所在的上帝规律。亚述王就命令讲，着互对遐掠来的一个祭司倒去，互伊住伫遐，因迄所在的上帝规律教导因。安尼就一个对撒玛利亚互人掠去的祭司倒来住伫伯特利，教因着安怎敬畏上主。毋过，达族的人伫因徛起的城做因家乡的新民，安置伫撒玛利亚人以前做的山头段。巴比伦做苏甲，比拉的上，古他人做业甲的上，哈马人做阿士玛的上，阿瓦人做列合。甲塔尼塔的上，西法瓦因人小囝儿献互西法瓦因的新民阿德米勒甲阿那米勒，因拜上主，毋过嘛对因中间设立人做山头段的祭司，退因伫山头段献祭。因拜上主，佮照因逐国的风俗规律服侍家己的新民，到今仔日。因犹原照以前的风俗得罪，无敬畏上主，无遵探上主吩咐雅各后代的规律、命令、律法甲诫命。上主有甲雅各号名叫做以色列。好，24节，好，那讲到亚述人的，好，他们300-400年来的一个政策，好，就是会用通婚，好，然后呢，来让这个当地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呢，好，没有在原来的民族。好，所以他们会混杂不同的人。好，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张的地图，好，可以看到亚述王呢，好，尼尼微从巴比伦、古他、亚瓦、哈马、西法瓦因迁移人，好，大老远迁来到了撒玛利亚。好，那代替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带去了歌散哈拉，好，然后从更远的人呢带来以色列，啊，这就是撒玛利亚。好，所以他们这些外族人呢，好，就占据了撒玛利亚。好，巴比伦的意思是混乱，古他是压碎，亚瓦是废墟，哈马是堡垒。好，西法瓦因好是两个神明的名字哦。好，那他们呢，好就让这个地方好亚述的政策策略。后来到了这一群人呢，就成了新约的撒玛利亚人。好，所以新约的撒玛利亚人，好，并不是原来的12支派，而是被分散的，好，被通婚的，被混杂的。好，所以南国那时候的犹太人被掳归回，叫做犹太人。好，他们看撒玛利亚人就是一个怪物、怪胎、怪兽，好，是个混种，是个杂种。好，所以他们互相不来往。
好，但也有人认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好，已经这时候是主前的第8世纪，好，但也有人认为撒玛利亚人是主前第4世纪呢，好，在事件地区大复兴之后，好，才成就这个撒玛利亚的信仰团体啊，好，所以他们是在基利心山上，好，来敬拜神啊，好，那但是呢，这些被从外族带来的人到了撒玛利亚，哈，不守上帝的规矩，所以上帝就用狮子让狮子咬死了不少人，以至于呢，好，他们还跑回去告诉亚述王，好，所以亚述王呢就叫了一个被掳的北国的祭司回来教导他们，好，在伯特利的教导。好，但在这里的教导呢，29节提到，好，这样的教导并没有成功，好，就是只有半套，好，因为从这些各国来的各族的人，他们就利用在撒玛利亚当中原来有的丘坛啊，好，神庙啊，然后呢，巴比伦造他们的神，好，叫做苏哥比那，就是女儿的棚子。古他人呢造他们的逆甲，哈，就是咆哮者，好哈马人造的神呢，亚士玛就是有罪，且将要把它荒废。好，亚瓦人造了尼哈，好，造了他尔他黑暗王子，好，西法瓦因呢，好，甚至继续用金火把儿女用火焚烧，好，献给亚德米勒王的荣耀和亚拿米勒王的形象，好，那所以好还是非常的混乱，好，因为只有一个祭司，好，绝对是不够的。好，那他们的政策只是为了不让狮子来咬他们。好，那但是呢，这一些事情呢，33节说这一些住在撒玛利亚地区的各国人呢，好，他们一方面又惧怕耶和华，但是一方面呢又侍奉自己的神明，好，所以就是脚踏两条船呢，好，这三心二意。好，我们继续再看34节、35节，上主八甲因利用，吩咐因讲，唔通拜别的神明，唔通跪拜因，唔通服侍因，嘛唔通甲因献祭。只有迄位伸出大权力的手，带恁出埃及的上主，恁就敬畏伊、跪拜伊，对伊献祭。我写予恁的规例、命令、律法甲诫命，恁应该永远接受顺探，唔通拜别的神明。我甲恁立的约，你唔通袂记得，嘛唔通拜别的神明。只有着敬畏上主，恁的上帝，伊就会救恁脱离恁一切对敌的手。毋过因毋听叹，又愿照以前的风俗得做，安尼才会对列国迁徙来的人拜上主，搁服侍因的偶像，因的子子孙孙到今仔日嘛拢学因的祖先安尼得做。好，所以这整段呢，好17章的后半段，好，那都在讲这些外国人来到了迦南地，好被混杂住在这里。但是他们脚踏两条船，上帝跟他们所要的就是敬畏神，好跪拜神，向神献祭，永远遵守神的话。好，但是呢，他们却不听从，好，仍然把他们原来各国的风俗带来。好，所以这个34节、35节说，神都跟这些外国人立约啊。好，所以虽然没有让我们看到里面的细节，好，但是这个大方向，好，上帝让他们来到这个迦南之地、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要跟他们立约，好，但就好像当初的耶罗波安一样，好，但是仍旧是失败，好，所以呢，他们就在这样的矛盾当中，好，这可以说是一个矛盾的咒诅啊，好，他们当代如此，后代如此，子子孙孙继续如此，好，那以至于不断的得罪神，好，可能要到了新约之后。今天的金句在23节最后，上主甲以色列对伊的面前赶出去，拄拄照伊通过伊的仆人正先知所讲的，安尼以色列就掠离开因的家乡，去到亚述，直到今仔日。好，耶罗波安一世，好，从他开始，上帝对他好给他很好的应许，开创将来，好，要来将所罗门的家的王位承接下来，好，但是呢，他成功了，就又失败了。好，又最主要失败就是在南北各设立了金牛，那这个金牛呢，居然成了北国将近10年来，好无法摆脱的致命伤啊，好也是一个严重的传染病，好经过了9个王朝，好总共有8次的篡位，9个王朝，19位的君王，应该说19+1啊，好那在这些的
历史当中呢，一直没有办法离开这样的金牛的罪，最终呢，也把整个北国国家呢，带入了万劫不复的灭国深渊哦，连他们人被带离开了，王也被掳走了，可是呢，这些新进来的人呢，却处在一个矛盾的复杂当中。而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工作、服饰岗位上，我们是否也会因为贪图一时的方便利益，然后在心中留着供奉着某些看起来无伤大雅，大家都有，大家都留着的伯特利金牛犊呢？好，如果这是神不喜悦的，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除去。我们也看见人若将神的恩典，好，当作拿来放纵的资本。而对真理的警告呢，一直反复印着景象不顺从，上帝公义的底线呢，最终要决堤溃堤。上帝审判了亚兰，审判了亚述，审判了以色列，审判了南国。那我相信，上帝的审判呢，审判是从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开始。我们在神的家中呢，应当要警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带领我们看过北国的历史，在北国的将近20位的王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王每一个都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尽心尽性尽力，全心全意来爱神，总是在自己的心中王国当中，留下了让魔鬼撒旦有机可乘的破口。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汲取这样子的看见这样子的历史的教训，能够将各样子的神所不喜悦的能够把斩草除根，也能够让圣灵炼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都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神。侍奉神，愿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在你们面前献上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